好像有拆迁补偿，现在就是有公售说这个地上物都本归啊，一农强公归公所所有。因这市场是甲农会公所合股，这属于讲半股。现在有问题出来，你要挑物件，现在都没有动静嘛，变两公所甲管户互相踢皮球。物件我其他你都无。对啊，迄拢冇大啊，公所这讲的拢无大。我们政府办的话，公所这个不会赔的，因为它是非法定的，这个我们会赔啊。对啊。所以这要问公所有没有做不补助的，它是上面有这样子明定，只是说这个我们还要上代厘清，因为它的诉求是说，对，它上面要写公营事业，因为国泰市场是我们公股持分超过一半，所以它是公营事业。那现在问题就是在于说，它的那个拆迁范围到底属不属于公营事业？这个我们还会再厘清，还会再跟县府。四周围的道路伫咱湾林184家中的时阵因为无纳入都市计划里面的这个公共设施，所以附近就是产生一寡道路拢非常的歹。迄当阵咱就开始替咱地方国菜市场遮来争取这个经费，希望来征收部分的私人土地甲这个道路甲拓宽来甲整备啦因为这个建议案我从几啊年咱的乡亲猫看，伊伫咧问讲到底这个工程有要做无爱做啦所以今日所有邀请咱营建署、咱道路工程组的张志敏组长甲咱的汪分队长来向乡亲时代报告咱湾林果菜市场四周围这个道路确定要发包伫年底进前会来动工目前工程分做3个标案。一个标案应该会伫9月初9来发包第2个标案伫9月18来发包第3个标案伫10月会来发包所以咱希望讲这工程会当顺利来发包出去较紧来进行咱这个道路甲相关排水设施的工程互咱这个附近的摊商也是要来遮出入来买物件买这个水果这摊商拢会当较方便安尼。因为咱这个18变成这新建筑，18变成这样子，通过这个半年去一条，那整个道路的情况目前来讲你知道嘛？一年来讲看这个建筑相当显著工作